景星升级公司甲台南市东区、南区、安南、中西、安平这5区的户政事务所合作，推出新人手工证照制作以及婚前面部美容保养的服务。现在新人去登记结婚，只要向这5区的户政领取，就会当前往西门路一段的景星升级旗舰店做免费体验。真是很谢谢台南市政府及静心生技提供这个手工皂的制作课程。它这个是手工皂的成品，很漂亮。那我们这次有跟我们民政局的一些户政呢，有配合我们除了我们领精油皂以外，还有跟我们一些新娘呢做的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提供他们做的美美的，然后新郎做的帅帅的，一起步入他们的婚前一个礼堂。所以我们提供这个美好的环境，还有让他们制造，还有做一些我们的婚前一些保养。不过因为体验馆数量有限，每区每个月只分配到50张的名额，想要体验的新人就要好好把握。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